今日咧就同大家講個故仔。100幾年前嘅廣州西關呢，有一個大戶人家姓林嘅。林家大少奶阿珍呢，出生名門，偏偏林大少風流成性，喺出邊養咗個戲子嚟做外室，即係俗稱嘅二奶。咁我哋化名叫小桃紅啦。林大少咧俾佢迷到神魂顛倒，10日半個月都唔翻大宅一次啊，甚至將小桃紅咧接入門做聘妻。阿珍呢，就日日獨守空房，心入邊咧就怨恨難平。後尾咧佢花重金喺一個雲遊嘅神婆手上面咧，就求到我哋今日呢一個《桃山筆談》入邊記載其中一條叫自雞斷情之法。喺嗰年冬至咧，阿林大少又難得翻大宅同屋企人食團年飯，喺飯台上面咧就斬咗一隻好肥大嘅白切雞。阿珍咧就借故將個雞頭留起。施法嘅過程咧，個筆談係咁樣記載嘅。咁首先咧，第一就係取骨。食完飯之後，阿珍趁客人瞓晒覺，偷偷地入廚房，將嗰個雞頭咧就掉入去個大鑊入邊，用滾水係咁烚到啲皮肉甩晒，用啲刀仔慢慢剔乾淨，剩翻一個白雪雪嘅雞殼，即係雞頭骨。咁第二就係立魂。嗰個年代咧，影相就唔普遍嘅。阿珍咧就一早買通下人，查到阿小桃紅個真名同埋出生年月日，即係生辰八字。佢就用朱砂咧將小桃紅嘅底細密密麻麻咁寫喺一張黃紙仔上面。最後咧就係封咒啦。阿珍咧雙手揸住個雞頭骨，強行擘開個雞嘴，將寫有小桃紅八字嘅黃紙仔咧就攝入去個雞口入邊。佢隻眼咧就紅晒咁樣望住個雞頭。口入邊咧就念起個神婆俾佢嘅咒語，念完咒之後咧，阿珍咧就用紅線將個雞嘴紮緊，令到佢死死咬住張紙仔。跟住佢係走去林家大宅嘅後院，嗰度有一個平時冇乜人去，又黑又臭嘅舊茅廁。佢咧就將個雞頭收埋喺茅廁最陰暗、最污糟邋遢嘅暗角位。自此之後咧，阿珍每晚半夜咧都會偷偷走去茅廁邊，點起一支攝魂香插喺暗角，每裝一次香呢，就好似催促緊一隻無形嘅自雞，慢慢去食小桃紅嘅氣運。法術落咗之後呢，阿林大少同小桃紅真係變到如水如火。兩個人無啦啦就會為咗芝麻綠豆嘅小事大打出手。阿林大少又覺得小桃紅變到面目可憎，小桃紅亦都開始日夜頭痛，精神衰弱，成日都覺得有隻雞喺耳邊係咁喺度叫。最後兩個人呢就反目成仇，不相往來。今日呢，阿清幽教法人師傅呢就純粹當係民間傳奇、歷史風貌咁樣同大家分享。大家聽完就算啦，千祈唔好照板煮碗去試下。